兄弟平安，咱礼拜要开始，请咱备办心，请奏乐。选调，我就近耶和华跪拜伫至高的上帝，着用啥物啊？着用小节也是满年的牛仔来就近伊啊！耶和华欢喜千千食的公羊吗？也是万万条溪的油吗？我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吗？为着我心内的罪恶献我本身所生的吗？人啊！伊捌指示你啥物是好，耶和华爱你啥物，独独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甲你的上帝相甲行。这是咱献开圣诗，圣诗第19首，为着美丽的地面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所求。
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请坐。考验文25篇，圣诗的后壁面考验文第25篇，我来刻，你来印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伊赦免你隆重的罪，伊好你一切的病，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，用慈悲进来找外观予你，伊用达款好物，互你一世人满足，互你福寿长，亲像羊角永壮。上主是行公义，伊为着一切受压者人伸冤，上主有慈悲有仁爱，袂快失去有丰盛的慈爱，伊袂久长责备，袂永远放生气，伊袂照咱的罪过责备咱。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。天离开地有偌悬，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。东离开西有偌远，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。老爸怎样疼惜家己的囝儿？上主嘛爱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，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。伊记得咱不过是土粉，人咧，因的性命亲像草，因亲像野花生长茂盛，风一吹就消失。无人会阁看到。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，伊用公义对待伊的囝囝孙孙，就是遐遵守伊的约。相信遵行伊诫命的人。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，伊的主权普及万有，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，一凭伊命令的使者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差事啊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伫伊掌权达所在，所有的被造物啊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这声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咱只是压头来祈祷。阮伫天顶的爸，阮的主啊，感谢你搁顾守阮一礼拜久的时间，当阮今仔日是你所赏赐互阮的安息日，互阮会讲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虽然阮有一寡原因，也是一寡人无法度来到你的圣殿来聚集敬拜你，阮也要恳求主，你犹原赐福伫因的身躯顶，因的家庭，互因拢会当平安顺遂。阮也求主教示阮会当搁较侪祈祷，阮会当好胆会当来对你来讨，互阮的信心会当有哪坚定，互阮会当学习听你的声音甲命令。主啊，也求圣神会当常常引带阮，互阮会当甲你若活近。主啊，会当互阮学习你的模样，将阳光甲见证拢伫即个地面上，会当阳光你的名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即时报告。第一点，本会消息。本主日为着总会所定原住民的宣告事工，敬请兄弟会当踊跃为完选事工的经费奉献甲代祷。第二点，本主日下晡3点半要召开2月份的定期中集会，地点伫2楼的主堂，敬请全体的中级出席，单位首长甲同工列席。第三点，小会公告。第一小点，本会定伫2月20号上午9点举行2022年的定期好会。迄天单只有一场的礼拜，敬请大家爱留意。咱礼拜煞会有迄落提供简单的食物。假使迄天也无法度出席的，爱往办公室来请假。迄天伫副堂，咱有要进行转播，咱的主堂假使也坐袂落会当伫副堂。迄天的儿童的礼拜要改伫3楼的视听教室。第二小点，2022年的定期好会会员甲无在职的会员的名单伫下骹的公布栏，敬请咱爱去看一下。假使也漏交还是错误的，爱甲办公室讲一下。第三小点，本会伫2月20日礼拜下晡的5点，要举办侍奉者的勉励餐会，地点伫林皇宫。敬请有报名的侍奉者爱准时参加，名单伫下骹的公布栏。也有啥物问题会当甲配分干事讲。有登记要坐车的双年的长辈，伫迄天的3点50分伫教会集合出发。第四点，本会1月30号、2月1号、2月6号的主日的奉献，甲青社礼拜的奉献，伫咱的周报，请咱大家来看。假使也有漏交，还是有错误的，咱爱甲办公室讲，因会帮咱查。第5点，本会伫本主日开始接受110年的上学期的奖学金申请。国学教研究所，咱到3月6号就要查止。假使也有要申请的，有符合迄个标准，咱伫3月13号的礼拜中会颁发奖学金鼓励。3月10号的拜四永暗8点要召开奖学金的审查会，敬请组员出席。第6点，3月11号拜五永暗的6点半到9点半；3月12号的拜六透早8点半到永暗的9点半。伫敬拜中心要举办全人更新营会，对象是咱本会受洗会员门徒、学校上学期的学员的必修，所有的费用有册甲餐点，所有收500块。敬请咱伫2月27日礼拜前往办公室来报名。具体的消息，第一点，相助会嘉典教会周善群弟兄伫1月30号蒙主文调安息主怀，伫2月12号举办个别礼拜，敬请相助会员缴相助会会费。第二点，合作社的消息。第一小点，本主日伫第2场的礼拜了后，伫地学室要举行理监事会，敬请理监事出席参加。第二小点，未领取纪念品的社员，爱记哩早铺甲影仔伫2月27号往合作社来领取。第三小点，租客贷款的专案也有需要的，咱往地学室的合作社来切顺办理。教界消息，咱请彭牧师。各位兄弟平安，我来报告教界消息。若是有参加高雄中会今年即个抄圣经的兄弟，请爱去办公室摕咱的即个纸吼，来写起来较
较整齐吼，较好看，较好读吼。啊，然后吼，若是旧年伊有参加抄圣经的，已经嘛甲恁订好一本伫办公室，才会记得去办公室来领取。第二点，高雄中会妇女部定伫3月初5拜六早起9点到12点要举办妇女世界公道日甲感恩礼拜，地点是伫安兴教会，啊，费用是100块，欢迎姊妹来踊跃来参加，请伫2月26拜六进前李淑慧队长来报名参加。啊嘛要来欢迎今日第一摆参加咱教会礼拜的即个兄弟吼。苏因地专家，伊坐伫啥物所在？请你起立，互阮来欢迎恁。咱泡泡欢迎恁，欢迎，坐咧袂要紧，坐咧就好，坐咧就好。欢迎欢迎，真欢迎恁来参加礼拜，即届欢迎永远欢迎。以上报告。即是咱来看圣经记载伫撒母耳下卷12章第1节到22节。耶和华找拿单去见大卫，伊到伊遐甲伊讲：伫一个城有2人，一个好野，一个送香。好野的有牛羊真多，送香人无啥物，只有一只羊精仔，就是伊所要来饲的。伊甲伊伫遐，甲伊的囝三角中大，食伊所食的，啉伊的杯。困伫伊的胸前，看伊亲像家己的查某囝。有一个出外人到好野人遐，好野人毋甘对伊的羊群、牛群出来备办，互人去食，反倒出送香人的羊仔备办来互人去食。大卫大生气，迄人甲拿单讲：我是永远的耶和华来救抓。惊即个代志的人着死，着赔伊的羊仔4倍，因为伊惊即个事，也因为伊无怜悯的心。拿单甲大卫讲：你就是迄人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用油抹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。我阁用你的主的厝体互你。用你的主遐的某交伫你的胸前，阁用以色列甲犹大家互你。遮个若优劣做小看，我会加添即号迄号互你。你啥事看轻耶和华的命令，惊伊所看最歹的事。你用刀杀死迄人乌利亚，就是借阿门人的刀杀死伊，搁带伊的某做你的某。担刀剑要永远无离开你的家，因为你看轻我。带迄人乌利亚的某做你的某。耶和华搁安尼讲：看啊，我要对你的家兴起灾害攻击你，我要伫你的目睭前用遐的某互你的厝边，伊要伫青天白日甲你遐的某同房，因为你伫暗中惊伊，总是我要伫青天白日。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惊即个事，大卫甲拿单讲：我有得罪耶和华。拿单甲大卫讲：耶和华已经拄起你的罪，你袂直到死。总是因为你惊即个事，互耶和华的对敌有亵渎因由，所以伊甲你所生的囝的确死。拿单就转去因厝。耶和华拍乌利亚的某甲大卫所的囡仔，伊就判病真伤重。大卫就为着即个囝祈祷上帝。大卫搁禁食入内面，通眠倒伫地里。伊家遐的老人起来，到伊的身边要扶伊对地起来，总是伊毋肯，也无要甲因相共食。到第7日，囡仔死啊！大卫的人神毋敢甲伊讲囡仔死啦，
因为因讲囡仔要活地的时，咱劝伊尚且毋听咱的话，若甲伊讲囡仔死啊，伊伤心到怎样？大笔看见伊的人生之母之处底讲，大笔就知囡仔已经死。大笔就问伊的人生讲，囡仔死啦吗？伊讲死啦。大笔就对地人起来，洗身躯，抹油换衫，入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转去伊的厝。伊吩咐人摆米伫伊的面前，伊就食。人生问伊讲：你所行的是怎样？囡仔活地的时，你禁食提哭；囡仔死，你反转起来食。大笔讲：囡仔要活地，我禁食提哭，因为我拍算讲，检察耶和华怜悯我，互囡仔活地也敢。囡仔已经死，我禁食要啥事？我检会互囡仔倒转来吗？我要去伊遐，伊袂话来我遮。以上，即是俄勒，咱请上年献歌队。讲到咱请潘牧师，题目是开欠上帝荣耀的人。日平安，真欢喜咱各会当伫礼拜堂做来敬拜上帝。
早前听到人去做礼拜的时阵，我会讲，来哦，做伙来做礼拜来听道理，听道理，听道理。所以你有听过即句话无？有嘛对无？讲哦，来礼拜堂去听道理。即马听道理，敢若佫无啥有够吼，因为讲即马道理真济。早前若是要听道理无简单嘛，你来听牧师讲道，可能还行路行足远啊。以前伫即个我听讲伫木山教会吼，因若是要去即个做礼拜时阵，拢爱拿足侪物件呀，因为因做礼拜对早起做到暗时啊，吼，所以讲因为迄个路程真远吼，所以因来去听道理，毋来听道理尔。因也是迄个所在有团契生活，会当做伙分享因所带来、所摕来的食物，会当彼此来分享、彼此来关心。兄弟，伊就伫迄个所在就形成一个初代教会的即个形象，一个迄个样式伫迄个所在。做是听道理无够，因为即马道理足济嘛，你网络手机啊，还是电视拍开来足济道理会当听。听道理无够，就搁爱行道理。行道理就是伫讲。咱毋若是听，就搁爱行做出来；咱毋若是听，就搁爱活出来。活伫啥物所在？伫咱工作的所在，伫咱的学校，伫咱的家庭，咱的即个所徛起的所在，咱会当活出上帝的即款的荣光。所以人讲，若上歹传福音的所在是厝呢，甲家己厝呢的人在传福音是真无容易，真无简单。伊咱甲伊生活做伙，伊知影咱生命当中的缺点，伊知影咱生活当中无好的所在，有欠缺的所在，所以要传福音无简单。所以传福音咧，甲厝里的人传福音，也是要甲咱所亲近认捌的人传福音，就是爱咱家己的生命改变以后，才会当互因感受到讲，即个人信耶稣真正有改变。我爸爸就是因为我的生命改变以后。伊才来入来教会当中。其实我爸爸毋是讲毋捌去过教会，伊细汉的时阵伫主日学，然后呢，伊大汉的时阵嘛去过教会做礼拜。因为阮阿嬷是真好的基督徒，总是到伊迄代无去啊。我伫细汉的时阵，我的爸爸伊就带我去庙里拜拜。台湾真济庙，伊拢踅过一遍，伊就失去信仰。伊到伊迄个年代时阵是只有听道理尔，伊行袂出道理来。然后伊伫听道理嘛，听无声有，你知无？听无啊！伊听无的时阵，伊甲对到讲，伊听无就无法度行嘛，听无就无法度做嘛，听无就无法度去实行伊的道理嘛。所以需要啥物信心来充满伫咱的生命当中，互咱会当明白上帝的道理，然后会当帮助咱去行出上帝的道理来。所以当信心充满，为什么遮重要？就是因为咱靠咱家己的即个财物无法度听有上帝的道理，靠咱家己的即个气力无法度去行上帝的道理，行上帝的道理。这是需要信心充满，互咱会当明白，然后会当行出来；互咱会当明白上帝的道理，然后会当行出来。所以有人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哪读哪困，哪是哪困哪读。讲困袂去的时阵，圣经掀开真好困。困袂去的时阵，圣经甲掀开，哇，真就真好困啊！但是若是有信心充满的人，若是讲真正要认真来读圣经的人的时阵，伊会哪祈祷哪读到哪有精神。因为上帝话伊若是读有的时阵，迄款欢喜，迄款的喜乐，是无有世间无有别个物件会当来取代。所以今日牧师咧讲的即个感受，就是叫做即个亏欠的感受啊，亏欠的感受。亏欠什么的感受呢？亏欠上帝荣光的感受啊！亏欠即个伫民间宗教是真少咧听啦，吼人拢听着讲烧欠债嘛，吼有听过无？我就记着即个翁吼可怜伊吼，逐工就跋筊吼，逐工就啉酒。我就讲吼，早前阮迄个阿舅的某做阿金对嘛吼？阿舅的某做阿金，对哈吼。阿金拢定定咧安尼念嘛吼。我讲歹命，我叫你阿舅吼，逐工就跋筊啉酒啦，出去佚佗啦，厝里拢无咧顾。逐工吼，阮阿舅转来，伊就唱条歌。我歹命，我歹命，
加着你一个生命的地命碰到，阮阿舅就转来就会笑笑，啊，拢因为伊咧卖猪肉，等伊就赶猪肉，甜赶转来，讲好啦，好啦，摕去煮面啊，安尼啊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伊但是讲吼，有人即个来即个六合彩的即个组头吼，来处理讨钱的时阵吼，我阿舅就紧走去理，我阿金就讲吼，好，真正我气落死，哦，定定就咧帮你还钱，定定咧帮你还钱啊。哦，结果算命就讲说啊，你顶世人吼欠你，我气干呢，大概还了钱。停了以后做生意，因为咧卖猪肉的，做生意刷以后，人就随来收钱。啊，所以伊家迄个钱拢吼，甲迄组头讲吼，留200块，我会当今日食饭好无？啊，组头嘛人嘛袂歹，会当参详嘛。啊，讲啊，恁翁嘛是阮遮的常客吼，伊若无来，就算讲有捧场啊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好，安尼互你会当拍一下折的安尼啊吼。啊，所以吼，以前我阿金哦，过来阿金啊，遐长辈家族当中的长辈，啊，未信耶稣的遐长辈拢讲啊，我欠伊，啊，顶世人欠伊，即世人来还债。啊，阮阿舅嘛，家己嘛真袂见笑呢。人若是，真诶啊，伊就讲啊，无法度啊，你顶世人欠我的啊，啊，无法度啊，你欠我的啊，哦，你顶世人毋知安怎甲我看毒吼。即世人你来帮咱行孝吼，吼变做即个恶性循环，你知无？变做恶性循环呐，一个跋筊跋愈凶，一个苦毒怨恨愈深嘛，一个伫外口毁类啊，一个就一直拼命做生意，一直帮伊还钱啊。啊，即款敢是道理？这都毋是道理，就歪理嘛。所以因无即个是欠缺上帝恩光，欠缺上帝，欠缺别人的即款的心态嘛。无迄个羞耻心嘛，所以讲欠缺这个感受是成熟的人，够成熟的人，他才有这个感觉，够成熟的人才会有亏欠的感觉。成熟的人够有这个欠缺别人，欠缺上帝这款的感觉，欠缺别人，欠缺上帝这款的感觉，所以。咱会当，成熟人会当感受到讲啊，我真正是不配这个稳定。成熟人会当感受到家己的性命是上帝用真重的这个代价所赎回来的，会嘛会当感受到别人对咱的好。当咱愈成熟的人，咱伫咱的这个无情的社会当中，工作愈久的时阵，咱就愈会当感受到讲哇，我即马所得到的人对我好。毋是理所当然啦，毋是应该的啦，是出自上帝恩典啦，是出自人对我的良善啦，是出自伊的好的心啦。所以我妈妈定定讲一句话，讲只有艰苦人知影艰苦人的艰苦，只有艰苦人知影艰苦人的艰苦。逐当过年的时阵，都有人来甲阮借钱，我妈就讲妈，你定定讲咱送到要互鬼掠去啊！要过年你搁甲钱借人，讲戆囡仔，咱是送到要互鬼掠去。恁迄个阿祖阿姨哦，是送到鬼看到伊嘛会惊呢。所以你爱借我钱，妈，你甲钱借去，伊若是鬼就毋惊伊啊，伊会互鬼掠去。讲袂要紧，咱若是对人好，人嘛会对咱好。所以我妈妈吼早前伊是侠女。虽然厝里真爽香，虽然拢无钱好过年，我到过年的时阵是食这个贡丸汤配白饭啦，贡丸汤配白饭，贡丸汤配白饭，对初一食到初五啊，真诶啊，贡丸汤配白饭啊，就是安尼啊。我妈妈讲，这偌好诶，这内面佫有肉，佫有菜，佫有肉、贡丸、菜、芹菜，偌好诶，营养佫有够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心内就哪食即个贡丸汤配白饭的时候，心内哪感觉讲奇怪呢？妈妈哪会拢甲钱摕去互别人？但是到落尾到过年煞以后，阮兜才开始真正咧过年。就是早前伫过年前，甲阮妈妈借钱遐个人，因拢会加倍摕倒来还互阮妈妈，加倍
摕倒来还。过年煞以后就爱开学，就爱纳学费。我妈妈常常爱去共借钱，伊爱去撞来撞去，四个囡仔的学费无俗，所以伊常常去人借钱。伊借钱拢借有钱，伊又甲我讲一句话，讲上啥物拢会当还，人情，人情，人情对无？对吧？吼，人情吼。我歹势，我亲人牧师，我讲语讲真济吼，所以我即个台语开始无练转，所以人情上歹还。所以讲吼，妈妈，你真正你足搁即个好，即个人情的即个孝吼，伫外口吼。到我妈妈过身以后，搁有人来阮兜找我妈妈，搁有人伊的朋友来阮兜讲阮即个姊啊吼，真正对人真好，人情上歹还。我讲奇怪的，那过遮济冬才来，我会甲问一个阿姨讲，为虾米我妈妈过身迄时，迄一冬两冬，你毋捌来看伊？伊讲迄时阮欠你妈妈钱，真歹势，我着真艰苦，无钱好还伊。直到伊过身以后，我嘛毋敢见恁的面啦。你是欠偌济安尼走遐远，你是甲我妈倒回啊？我毋是啦，就是伫过年前甲借5000箍吼，过20冬吼毋捌还，定定要甲还吼，定定要还吼，我拢还甲袂记。直到有一天吼，我咧还即个阮以前的迄个相片时阵。我看见我甲恁妈妈少年时做伙拍工啊，以前拍工是切电话，切咧公共电话啦。伫台北有即个头路，我毋知高乡有无。天气真寒真艰苦，阮透早去切迄个公共电话的时阵，我手吼是挡袂牢，冷叽叽挡袂牢。结果恁妈妈就甲伊的手套摕互我，伊家己的手安尼冷叽叽。结果阮一人就带一支手套安尼，两个做伙切，两个做伙笑安尼啊。我会记恁妈妈是安尼的人，所以伊个甲迄个当初是甲阮妈妈借5000箍，加倍搁加倍搁加倍，摕来阮兜。我也送倒去互伊讲，阿姨，你知，若是阮妈妈搁伫的，伊绝对袂收你即个钱。绝对袂收。伊讲，即个情是永远都拢袂放袂记。各位兄弟，人情是真歹还，但是到新识的人才感觉讲我亏欠，真诶啊。有够新识的人会感觉讲我亏欠，会记得讲我啥物人会对我吼？伫少年的时阵，伫青年时阵，伫儿童的时阵。你无法度感受到即个亏欠，因为伫儿童的时阵，你所收到的物件，你感觉是理所当然的，应该啊，本来就是应该啊。我相信足侪兄弟拢有即款的看过即款的情形。去即个7-11的时阵，一个囡仔甲妈妈怒讲：妈妈要买迄啦，要买糖啊啦，要买糖啊啦。妈讲：厝里遮济啊啦，我要买啦，厝里遮济啦，转去啦，我要买啦，我就要买啦，叫妈妈甲买落以后，行出门口讲，互我食一粒好无？无爱，做我的。伊拢袂记讲，迄是妈妈买的呢，妈妈开钱的呢。甲当作讲，这摕伫伊手中是理所当然，是应该的，是欠伊的呢。所以伫人还袂成熟的时阵，人搁最幼稚的时阵，人的性命还袂成长的时阵。伊会感觉伊手中所摕到的物件，拢是应该的，拢是人欠伊的，拢是本来就是伊的，所以伊无一个感恩的心嘛。我为虾米用这个今仔日遮长的故事来讲今仔日的道理？就是因为这若是简单讲，就要用这生活当中的经文来讲，真简单。世人拢犯罪，亏欠上帝荣光啦。用一句来解决就好啊。但是用大笔的例，就是因为大笔伫伊做王的时阵，伊犯奸淫，伊讲我哋爱某巴士巴行奸淫。
迄个时阵国家搁咧外口烧战，巴士巴的翁就伫个外口甲人烧战，结果大兵搁咧困斗，困斗起来以后，搁行去外口，去迄悬悬的所在，哇，拄好，咧即个咧这啉咖啡啉茶的时阵，看到巴士巴咧洗身躯啊，哇！地教讲做了歹代志，做了无好的决定啊，做了无好的决定，甚至为着要合法带这个巴士巴害死伊的翁啊，甲派去战场上危险的所在。上帝知影以后真生气，伊就差遣先知约旦、拿单去甲讲，用比喻甲讲，一个真富的人，伊厝里啥物拢有。伊有足侪牛甲羊，伊隔壁是个真送香的人，有一只羊啊，小命命，甲会同齐食，同齐困。结果有一天，富的人厝里有人客来，伊毋敢抬伊厝里的牛甲羊去请人客食，伊就吩咐人去甲伊隔壁送香人迄为的一只羊啊抢过来，抬掉。请人客，大笔听到这个比喻以后，生气、可恶啊！这个人真可恶。伊若是我掠着，加倍奉还，4倍爱赔偿人。叫拿单就对伊讲，这人就是你。哇！大笔听即句话以后，哦，规身躯软咻咻，对心开始冷起来，冷到骹底，哈！我所做暗中所做的代志，人拢知啊。毋那是人拢知啊，上帝拢知啊。我想讲，我暗中所做的代志，上帝毋知，我偷偷来，暗暗来，无想到讲先知那等直接就甲宽免，佮用这个比喻的方式。啊！我真正是百口莫辩，心内真艰苦，心内真惊吓，心内真惊吓。所以拿单老甲讲，你就是欠缺上帝荣光啦，是应该爱有的一切，上帝拢互你啊！你可感觉无够，你若感觉无够，上帝佫会加添互你。你为什么用这款的方式去欺骗？因为这款的方式。去抢人的某来，你啊真正是不应该啊！你啊真正是不应该。上帝派拿单去警告大卫的意思，就是爱挽回伊，互伊无搁再犯罪，互伊无搁再即个得失上帝，互伊心中有即个亏欠的感觉，然后伊会当想起讲啊，我就是上帝用即个是真重的代价所赎回的。我的性命是尊贵的，我是受上帝所高我的君王啊，所以我爱注意我所讲所行啊，我袂当安尼家己感觉讲别人无看见的所在，我就滥散行安尼。所以拿单来上帝差遣拿单去甲上帝大卫讲话，宽免伊，就是要警告伊讲，毋通搁再犯罪，毋通搁再做即款代，做即样。这样难散做的代志，亏欠上帝荣光的代志，所以这亏欠的感受是较深色的人较有的感受。伊会当互人感受到上帝的疼，上帝的大权能，上帝的这个足重的这款的，对咱的极深的疼。上帝无欠奴仆，上帝是要爱伊的囝儿会当。转来到伊的身边，这欠缺的感觉，互咱搁来想，搁一摆来想着讲，咱的性命是真尊贵，咱是受上帝所敬吊。所以这亏欠的感觉，是这个拿单先知的指责，也是讲牧师的宽免，也是兄这小组长的这个提醒。拢是咧甲咱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，咱亏欠上帝荣光，咱是受上帝所拣选的，所以咱爱
细日咱所讲所行，尤其是牧师，尤其是咱的小组长，尤其是咱的教会当中的领袖，咱的所讲所行是毋是有合宜？咱是毋是有照上帝的道理来过生活？兄弟看见，敢会因为咱所行的绊倒，咱所行所讲来绊倒？我早前做牧师的时候，毋知安怎做牧师啊！我甲上帝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你来帮助我，互我的兄弟无看到我的缺点，无因为我所讲所行来绊倒，帮助因。叫上帝甲我指示讲，毋是安尼祈祷，是遮个兄弟因看到你跋倒，因会当甲你扶持起来，成做你的同工，因会当为你祈祷。做牧师人需要大家的祈祷，做小组长嘛需要大家祈祷。咱受到别人的养赐，属灵的养赐。然后，咱嘛是用祈祷、用好所行来回报咱的这个领袖，这才是正确的这样的观念。一个妈妈，伊控告伊4个囡仔，过去法院，迄4个囡仔摕到法院的传单以后，才会讲奇怪呢。这妈妈哪会遮奇怪？甲阮告去法院啊！叫去法院见面的时阵，伊就甲法官讲哦。法官就讲哦，检察官就讲哦，你的妈妈告恁吼，厝税还袂纳。结果4个囡仔讲，我无面见面呢，阮即摆买的厝拢阮家己的啊，我无住阮妈妈的厝啊，开着爱讲甲我收厝税，奇怪，是倒一间厝？法官就讲问即个因的妈妈讲。是倒一间厝，你的4个囡仔爱还你即个厝税。伊讲，就是我即个腹肚皮啊，伊住伫内面10个月啊。结果因结婚以后啊，对甲我的老伴拢无咧小借问。虽某有寄一顿来，虽某有打电话转来，总是毋捌转来看过阮。逐当过年。逐当咧即个过节的时阵，一个电话讲，也是讲传一个赖，就讲今年无用好转去，新年快乐。我甲哥是为着要互因想起讲，我是因的老母啊，因住伫我的腹肚皮内面10个月啊，因欠我10个月即款的孝啊，所以所有听到。这性命今日听到因妈妈所讲，流目屎。早前一个会友住伫教会隔壁，因为伊有长期的即个慢性的病，所以到伊尾期的时阵，伊的身体已经真软弱，无法度家己行。所以定定因为我住伫教会隔壁。即伊若是有紧急的状况，拢是我去甲抱，我去甲送去病院。到一摆吼，我伫甲抱去车顶送去急诊，然后我的手一疼，因为咧甲抱时，伊已经昏迷去，人昏迷是足重的，哇！结果我的肩胛头才就啪一声，哇，无力你知？行楼梯的时阵，伫2楼要行落来的时阵，眼睛甲囥喺车顶的时阵，我到即摆我的即个手还未得到医治啊，有时佫会疼，落雨就佫会疼。落尾吼，我甲即个妈妈过到3更半暝吼，伊个妈妈就讲：无煞你先转去，你辛苦了，你辛苦了。结果因先生来甲我接我的班。我行出去的时阵，伊就真艰苦流目屎讲：我有3个囝呢，为什么伫我上紧急的时阵，拢是牧师甲我载来遮？我有3个囝，3个后生，2个住伫高雄，一个住伫桃园的。为什么伫我上艰苦的时阵，伊来甲我看者？
都拢无。好三囝，所以我听你即句话时阵，我心内是真艰苦。上帝若是伫咱的下发来甲咱呼救的时阵，讲我顶伫十字架顶，用重价赎回的时阵，你是我的囝。为什么你咧做歹代志的时阵？为什么你无想要去教会聚会的时阵？为什么你对读圣经无感动的时阵？为什么你对敬拜无感动的时阵？为什么你咧讲别个当讲的歹话的时阵？你无想到天父在听？恁是我的囝，恁是我的囝。所以这个亏欠感修好，互咱会当行去，会当活倒转到正确的方向去行。这亏欠感觉是新鲜的人较有即款的感受。上帝毋是要互咱感觉见笑亏欠，是要互咱会当转来到伊的面头前，行正确的道路，毋是听道理尔，会当行出道理来，会当伫暗中行出道理来，伫人无看到所在行出道理来，行出上帝所感觉看做好的道理来。我伫少年时阵伫即个天母的西餐厅拍工，迄个餐厅对即个服务员的、即个后生的、即个服务生的迄个要求真悬，对身悬、清查、体重要求拢真悬。所以我少年的时阵身材是袂歹，笑啥？大家拢嘛有身材好的时阵嘛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哦。我嘛是真认真啊，因为伫天母迄个所在，常常有明星，常常有名的人，有政治人物去食即个西餐厅。哦，以前食牛排是真诶无简单诶代志对无？无像咱即马随时要去食一个牛排，有足济嘛。厝里家己煎无嘛有啊，哈罗市场买嘛有啊 ，Costco 买嘛有啊，也是要食全家牛排啊，也是咱后壁即个史迪克啊，对无？哦，再想要食牛排。贵三三，所以因对服务生的要求真悬。大家服务拢有 SOP 标准的迄个服务的流程咧行。所以伊到前餐然后主菜甲点心，伊拢有伊家己的要求。落尾有一天来两个贵妇，看起来真高级。用高级来形容毋对，看起来气质真好，清茶甲讲话，就感觉讲甲平常时所接待人无啥共款。然后拄好是我服务着因迄桌，到因食即个甜点食了以后，伊就甲我讲：先生，麻烦叫你的经理出来好无？我就去叫经理，叫经理出来时阵，我心肝皮扑跳，知？我就想讲，我倒位做毋对啊，惊到要害。结果经理来徛伫边仔讲：有啥物我会当甲你服务吗？有啥物恁爱批评指教的所在吗？这两位看起来气质真好的妇人人，马上就讲：今仔日的餐点真好食，然后这位先生的服务真好。我看见伊甲所有餐点要摕出来时阵，拢会用奥斯莫尼甲伊的即个盘啊，搁切边啊，搁切一摆，然后再来放来阮的桌仔顶。我今日真欢喜，也真多谢恁的即款的服侍。哇！经理甲我听着真感动，讲多谢恁的即款的即个确定多谢恁的即款的鼓励。迄个月我加薪水加500块，然后我就心内就说想讲，一定爱伫暗中所做的代志，伫人无看到的所在，嘛爱做好。所以你知影为虾米我用奥斯莫尼来切即个盘啊？因为迄物件看起来足好食，我要捧出去的时阵，拢会偷偷甲试一下伊的口味，惊互发现着，边仔都小甲切一个，好佳在前半段人无看见，伊手拍着，
后壁半段。但是为着这代志，我嘛有真认真做悔改。主啊，我哪会遮爱食？所以上帝用我这个大苦的身材来提醒我，唔通搁食落去啊！所以伫暗中所做，咱就爱荣光上帝的名。咱伫人看到的所在，更加爱荣光上帝的名，敢毋是？有时我去餐厅看到有人对服务生咧批评叫，叫恁经理来煮这些物件，恁厨房咧创啥？哇！我拢看到因咧大细声的时阵，我心内拢真惊吓。我讲哇，你真正感觉讲你伫遮用餐，你直接食饭，顾客至上，真好。让所有服务生经理伫因的笑面后壁，甲你的盘仔、甲你的鼎摕去后壁，毋知甲你加啥物料。你徛伫即个所在，互人无面子；你徛伫即个所在，你食饭的时阵，去互人无面子，共即个羞辱人的人格，这是真不应该的代志。所以伫人看袂到的所在，爱荣光上帝的名。保罗先生讲，真实的割礼，毋是肉体割礼，真实的割礼是对心中所发出来。因为我知影讲，我亏欠上帝。我无法度遵坦上帝律法，我无法度遵行上帝律法到满到100分的时阵，我需要上帝恩典，需要耶稣基督恩典，所以我需要来对我心中亏欠的感觉，互我会当行伫正道当中。弟兄姊妹，叫做来帮助咱，互咱伫看袂到的所在来荣光上帝的名，互咱伫即个有亏欠的感受的时阵，咱会当挽回咱家己，咱也会当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、甲家庭的生活。当咱伫暗中看袂到的所在，咱也会当遵坦上帝的话语。会记得咱是亏欠上帝荣光，亏欠人的即个恩典，咱亏欠，然后咱会当行伫正道当中来行上帝即个孝。所以伫今日就是原住民的即个宣告主日，咱也会当为着原住民的即个宣告来奉献。后礼拜咱有好会，请咱就爱尽咱会员的即款的责任，咱就爱出席咱的会议来关心教会大细项事。然后咱也为着咱今年咱2、3月份就爱开始，咱有即个幸福小组，咱也爱尽力伫福音的路站顶面来跑走。求上帝能帮助咱，亏欠的感觉，互咱会当行伫正道当中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会当行伫你的恩典当中，愿你来帮助我，愿会当虽然我有亏欠上帝荣光的感觉，总是主，这感觉是要是要挽回我来到你的面头前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搁一届去想起讲，阮是受到当家所赎回的百姓。求主怜悯，求主看顾，互阮有受信心的充满以后，阮会当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当中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回应是574首，明日只有信靠主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你
徛伫咱的公道。对，而且咱会为着即个疫情来祈祷，求主来赶紧互即个疫情来消息。也为着咱所有伫病厅落底软弱的兄弟来祈祷，求主来保守医治因。也特别为着咱教会长辈来祈祷，伫即个天气变化，然后疫情咧加温的时阵，求主来帮助咱教会兄弟，尤其是长辈出入有平安。有上帝看顾甲高守，愿上帝来靠守咱教会兄弟来有平安。也为着咱的2月26的中职训练，2月20的即个咱的会员好会，咱11月11、3月11、12的是专心营，还有咱的幸福启动会，咱来祈祷。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，求主帮助咱行伫上帝的光当中。伫人无看见的所在，咱也会当来荣光上帝的名，咱做伙出声来祈祷。
特别上帝愿意来听阮的祈祷，将阮台湾社会来交托伫你的手中，以这疫情来赶紧来消息，要帮助在教会当中肉体软弱的兄弟得到全面的医治。特别看顾阮的教会的长辈，出入有平安，有上帝保守因，帮助因有健康、有平安，甲因三个地地。就将阮的教会这项的事工，完全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往阮手中所做，往阮所做的服侍，也延康主的名，也会当来得到真济未信的这兄弟，可以会当听道理，也行道理，也伫上帝恩典当中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请坐，请执事收奉献。请咱起立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阮所奉献金钱，求主来接纳。愿你也赐福这奉献的兄弟姊妹，祝福因的性命得到富足，伫因的工课中卖当稳定百倍。主，你也赐福阮遮所奉献的时间，甲奉献的金钱，甲奉献的兄弟姊妹。祝福因的性命会当健康活泼，哪服侍哪甘甜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祝福车肯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。请潘牧师。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信心的感动甲交陪，愿上帝所赏赐满满恩典、平安、健康甲福气，充满伫恁当中，对大教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闭会。